来自无同国家的驻台代表大使甲新住民团体轮流上台唱歌跳舞。中华民国国民外交协会台南市会中秋联欢晚会气氛相当热烈，展现国民外交的软实力。台南是一个真好的所在，你要让美国和台湾的伙伴关系越来越好。会中嘛特别颁发亚美尼亚会务顾问证书，因为去年的11月份，台南市会正式甲 PTPI 叶理温分会缔结做姊妹会。我们希望台湾在未来的国际空间有更广大的一个空间，诚如外交部长林佳龙所言，每一位台湾人都可以成为这个国家的一个外交官，让大家能够在世界各地方，让台湾能够跟世界更加的接轨。We will continue. There are a lot to discuss and a lot more to do. We look forward to having more of these meetings and having students come and having Taiwanese visit Armenia again. 未来两会除了会经亲自交流，后续也阁会甲马绍尔群岛 PTPI 分会来参与，扩大全球民间外交实质的影响力。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。